高雄公山一间国校啊，今年是带毕业生去日本毕业旅行，去台北行岛耍54暝，一个人竟然是干那交5000块。真侪网友看到都讲，实在是有够心酸，有够俗的。即阵因的校长嘛出来解释啊，讲是因为因的毕业生干那15个，所以讲家长会才会决定要赞助，互囡仔会当体验更较大的世界。环球影城5天4夜只要5000块，你相信吗？不太相信呢。听到去日本佚佗，行程包含大阪环球影城，每一个人共5000块，真个家长拢袂相信。不过高雄冈山区和平国小今年6年级毕业学生，真正要用5000块去日本5天4暝毕业旅行。家长收到通知，就俗了。阿公阿公。因为无可能，迄个去上无嘛上班。以往我们在国内的行程大概5000块上下，让孩子用原本以往避旅的费用，但是能够走这个日本的行程。学校政策真正有这个规划，一定明年3月出发，5天4暝行程，参访京都、福建朝河大社、金阁寺、南山，嘛要到环球影城一日游。另外，阁到奈良观光。校长讲，本来原价差不多4万，不过家长会长甲顾问慷慨赞助，甲费用降到每人负担5000块，甲一般的国内毕业费用差不多，佮加今年校内毕业班干一班15个毕业生，整体来看，伫会当负担的范围内，但报名确定就会当定案。费用上，会长也说，请大家不要担心太多，他会找我们家长会的资源，还有我们其他顾问的一些资源。你刚讲我也是蛮 shock 的，就是可以到国外去，然后花5000块。校长讲，家长会长的囡仔嘛是今年毕业生，长期支持校内活动，出发点是想要互囡仔留一个美好的记忆。这届头一届举办了后，是不是会当延续这个传统，都要看明年的状况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